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8，箴言20章30安尼讲：离开三更，迄予人有阳光；独独憨人爱冤家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离开三更，通有阳光，无做憨人甲人冤家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圣洁、全能公义、全能疼痛的至高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权能遍满伫宇宙中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到日万世代。主啊，愿要来高举你的名，也要来保扬你的好名声。主啊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拄起阮争斗的心，使阮对你来的谦卑。求你帮助阮明白，退让毋是软弱，了舍毋是失败，独独予阮愿意放下家己，来成全和睦。这是真正的尊荣甲快乐。求你予阮无甲人相争，予阮成做和平的使者，甲人通彼此包容，真诚款待，甲相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